Namaste。我想問下大家有冇計過自己1分鐘會呼吸幾多次？如果你而家靜落嚟感受一下，可能會發現其實比你想像中快。不如而家一齊試下。其實一般人喺日常狀態之下，每分鐘大約會呼吸15到20次。而當生活好忙、壓力好大嘅時候，好多人甚至會上到20次以上。而當呼吸慢慢嚟到8至12次嘅時候，代表身體通常已經進入放鬆而專注嘅狀態。所以當初學者嚟上堂嘅時候，聽到慢慢深呼吸，可能會發現自己原來，其實即係應該點樣做呢？唔係好知，其實好正常，因為我哋嘅身體仲喺度用平日生活嘅節奏嚟去呼吸。Hatha Yoga Pratipika 哈達瑜伽之光裡面提到，當色子穩定之後，先至開始練習調息法，去淨化能量通道 Nadis。而當身體慢慢放鬆，肌肉變得柔軟，橫膈膜就有更多空間去活動打開。所以當個心開始安定，呼吸自然會變深變長。瑜伽經 Yoga Sutra 亦都有講，呼吸同心係連喺一齊嘅，表示當呼吸穩定，心就自然會穩定。所以如果你而家嘅呼吸仲係比較快，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覺察，亦都代表你正喺過渡期當中，俾身體一啲時間，呼吸會慢慢調整打開。Namaste。